20年，还保存着吗？这些资料在图书馆都有的。妈，我爸爸是不是交错？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？你还没跟我说呢，以后再说吧。早上好啊，早上好。哎，哎，我说你妈反应可真够大的啊！平时都说她失眠睡不好觉，今天咱俩都出门上班了，她都还没醒呢。我看你是想吃早点吧？平常都是我妈做的，今天她没理你。这么一说，我肚子还真有点饿。走，上去把脚底焊了去。我已经焊完了，你去检查一下。焊好了，别吹牛了你。你先去检查检查再说吧。正经了啊！小邹呢？哦，主任，他刚上去。哦，好，行，你忙着吧啊。小蔡，主任，哎，技术比武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啊，不是过2天比吗？我都准备好了。有没有信心拿名次？信心有，技术没有。你这是还没比赛呢，就先缴枪了？我怎么会缴枪呢？到时候看吧。好，到时候看啊。好，好嘞。上面那脚铁是你焊的吗？是呀，出什么问题了吗？你一个人焊的？我倒是想你给我帮忙呀，可惜你也不在啊。你技术提升也太快了吧！你怎么做到的？就是按平常你教给我的去做的。就靠你这个水平，如果参加技术大比武的话，你肯定能拿名次的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我的比赛资格已经被取消了。凤姐啊，哎，主任，刚才到上面去了啊，我上上面看一眼。没事，我只是过来转转，我走了啊。啊，哎，主任，您跟我上去看一眼。什么事儿？上去再说。走。不错啊。嘿，你把我们的指标提高很大嘛。这活不是我干的，不是你干的，那是谁干的？苏芝干的。他能把活干成这样？开始我也不相信，但后来我调查了，确实是他一个人把这活干的。哎呀，
看来苏芝进步很大嘛。这话您说对了，像他这样的技术好手，您为什么不让他参加厂里的技术大比武？哎呀，不是我不让苏芝参加，主要是他妈妈的问题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您处理的欠妥。他妈妈的问题那是他妈妈的事，他的问题是他的事，两者又不能混为一谈。别说，左杰同志，苏芝不能是你的老婆了，你就吐屁股了啊？他母亲怎么能不会影响到他呢？这是个连带的关系啊！他父亲能影响到他母亲，他母亲就能影响到他，他母亲到现在都说不清他父亲的问题，你说这是很要命的事儿。主任，如果苏芝的父亲要是一位地下党，是一位抗日英雄呢？他要是地下党倒没问题了，这问题是这可能吗？当然可能了。我听他妈妈亲口说的，就是因为他父亲是地下党，所以有很多问题现在说不清楚。他们都已经去图书馆去查阅资料了，到时候万一查出来他父亲真是一位抗日英雄，您说您怎么办？你说的是真的？这事我敢骗您吗？是，啊？怎么了？真的，这事儿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带主任去看了角铁，我跟他说，这么好的技术你到哪儿找去？主任就同意了，让我正式通知你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小两口子这么高兴啊？哎，我可以参加技术大比武了，我的比赛资格啊恢复了。哦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这是好吃的。我就说嘛，要时刻就做好准备。我跟你说，比赛时候千万别紧张啊，就跟平时练习一样，听见没有？知道。哎，曾师傅啊，你猜我比赛能得第几啊？我的徒弟肯定第一啊！哎，劳驾，不好意思啊。汪同志，汪同志，这个女人怎么老这样？她平时挺好的，这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只要一提房子的事儿，她就成这样了。你还有什么其他办法？再这样下去，工作没法开展呐。王大妈，哎，下班了啊，下班了。那妈在这站着啊，就进屋坐一会儿。啊，不用了。这是谁呀？是苏贤的女儿。那行，小芝啊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，那你们聊，我上去做饭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，王大妈？这位呢是房管所的汪同志。你好。你好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刚才呢上楼去跟你妈去谈这个政府要改造你们照相馆的事儿，可你妈死活就不同意。汪同志，把政府的那个文件拿出来，让姑娘看看。哎，好。照相馆政府不是已经收了吗？政府没收，那是街道借用你们家的。哦，哎，你说是小芝主动在上面签的字？那还有假呀？房管所的同志去找你，你又在那块儿胡闹，碰到了小芝，小芝二话没说就在上面签了字了。我再告诉你们一遍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我女儿无权在这个上面签字。你明明说过你女儿要继承这个房产的，怎么签了字又不算数了呢？好，收你们收，干脆把我那个2楼也收了，让我住大街上得了。胡闹！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政府什么时候让你睡大街上了？再说了，你们家的居住条件比街坊邻里强多了。你看看有多少人家住在一个亭子间里的？人家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什么态度？你家房子能接受政府的改造，这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。你真应该好好向你女儿学习学习。
同志们呐，后天就正式比赛了，啊，到时候还有一些报社也要做报道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要轻松上阵，啊，在争取取得名次的同时，也要展现出我们厂职工良好的精神面貌，为厂争光，有没有信心呢？妈，家里没人吗？可能还没回来吧，我先做饭去了。哦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哪不舒服了呀？我当初真不该把你生下来。这个房子是我们家唯一的产业，是我妈留给我的。你凭什么说捐就捐了？你有什么资格替我签字？你在外面冲阶级、冲先进，我说过你吗？这房子跟你有关系吗？妈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国家的，连生命都是国家的，你怎么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利去斤斤计较呢？不要跟我讲大道理！我只知道我的房子让你给出卖了，你有什么资格替我签字？你凭什么替我签字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这个扫把星！当初生下来的时候，你到底干什么事情了啊？房管所的人来找我，我在确认书上签了字，把1楼照相馆给捐了。我妈她不愿意，跟我胡闹。小芝他没征得您的同意，就把字签了，肯定是他不对。还是你懂道理。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，该多好啊！但是妈妈，我也讲一句公道话，小芝他这么做也没有错的。我妈怎么那么落后？你要讲究耐心，注意方式方法。毕竟她是你妈，不能简单粗暴的。你想啊，她从旧社会走过来，要接受新的事物，哪有那么容易的呀？好，你是党员，教育和帮助我妈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我可受不了。我爸要是个进步青年，他怎么会上我妈这样的人？我班主任赶场的大刘一定能拿奖的。还请了不少的记者同志。是啊，啊，那是日报社的，还有杂志社的，啊对了，还有文化宫的过来，多少留点资料。哎，好，好。
大家安静一下啊！现在我宣布一下，今天技术大比武的获奖名单。第1名，古稀维修厂的查成刚。第2名，一心修船厂的苏芝。第3名，浦东修船厂的江彤。忘了第2啊，第2啊，第2名亚军，紧张吗？我们俩奖第1呀！已经很不错了，有这么多人比赛，你拿亚军的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我都没看见你。我一直在那边看着你呢。他们宣布得奖的时候，我一直喊你名，你没听见啊？人太多了呀！苏芝同志，你好，恭喜你。好，谢谢。我姓陈，是区文化宫的。我想问你几个问题，可以吗？问我？对。问我什么问题啊？就是问你啊，怎么能拿个大比武的亚军？就是想啊，采访采访你。行。你进厂多久了？我进厂3年了。哦，那是怎么进厂的？我当学徒的时候，师傅带我进厂的。那你的妈妈是本厂职工吗？她不是。老陈，老陈，老陈，起床啦！怎么了？我妈说你肯定又在这儿工作呢，肯定又没吃饭。我们在家你给你做好了，给你送过来了。老陈，快来吃饭吧。走，起床，吃饭。吃饭。你不吃一口吗？吃过了，你吃你。那我出去玩会儿了。去吧。好嘞，你注意安全啊。你先跑哈。哎，发什么愣啊？赶紧吃啊！我不太饿。你怎么可能不饿呢？你不是中午饭都没吃呢吗？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可不行，对身体不好。哎呀，赶紧吃吧！哎呀，你快！多吃点菜。哎，那个，我跟我大儿子约了，这几天咱俩去跟他见个面。听着挺尴尬的，我有点怕他。你怕他干嘛呀？他有什么可怕的？那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我大儿子，得跟他见呀。哎呀，反正呢，
铁蛋儿是同意咱们俩结婚。我觉得这事儿也别再拖了，咱俩选个好日子，把事儿给办了吧。铁蛋太小了，他说话不算数。我觉得这事儿吧，还是要取得你大儿子的同意。哎呦，征得他的同意，你觉得他能同意咱俩结婚吗？根本就不可能。你还是最好找他谈谈。我不想见他。你不见他不行啊，得见呐。其实见他也没别的，我也没想指责他的同意，我就是把咱俩的事儿通知他一声。你不知道我这大儿子，那跟铁蛋儿根本就不一样。铁蛋儿跟你多好啊，啊！我这大儿子说你啊土，啊说我怎么就找了一农村人呢？我跟他说农村人怎么了？只要人好就行。我就是看你人好才想嫁给你的，要不然我能动用老社长的关系，把你从农村调到上海来。啊？哟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脚崴了？哪儿啊？这怎么崴着脚了嘛？说你这孩子，你瞎玩什么？来，水放我这儿，放我这儿啊！老陈，哎呦，要不然拿热水敷敷。怎么能用热水呢？肯定是自来水啊！哦，我去打点啊。别动啊！天哪，哪儿啊？啊？来，等出来了。你放着，把它扶起来。哎呦，别别着它。瞎玩吧你就。是这儿吧？啊？那么不注意。行，来，都过来看，这苏轼上报了，来，好消息，来，快看，你看，都过来，快看，你看，对啊，你看这照片清晰吧啊？哎，对，你看这照片清晰吧？哎，我没看到我当时想放旁边那个，谁看你呀，真是的！哎，对，苏姐，哎，对，来，你看，对，苏轼上报了，是啊，你看这标题，这巾帼不让须眉，厉害啊！可以啊，小志，你照片啊。哎，小志，你看啊，你呀只是第2名，可是这报纸啊，连第1名是谁提都不提啊！第1名，想的是个男的呢，对吧？小志，你好样的啊！对，前线正光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妈，你看。你女儿上报纸了，在外边拼命表现，回到家又是另外一副嘴脸。妈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在外边怎么表现都可以，但是你不能够出卖我，出卖这个家。你知道你的行为是什么吗？你的行为叫自私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我就是在说你捐房子这事儿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妈，你看这反正房子都已经交出去了，咱就不提这事儿了，行吗？我能不提这事儿吗？我看着他我就来气，他凭什么把我的房子捐了？凭什么？妈，你消消气，我给你倒杯水喝。不喝。是，小侄他肯定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那您想，到头来的话，您胳膊也拧不过大腿的呀。也说不定，他现在是在帮您的忙，将来也许是件好事情。他这是帮我吗？我不稀罕他帮我。您就大人有大量，您让着他点。等一下，我进去批评他。我不想在这个家待下去了。
妈，你晚上想吃点什么？我来做。不吃。哎，燕子，熬完这把就回家吃饭啊。知道了。回来啦？哎，回来了。过来看看报纸。谁的报纸啊？阿昌伯送来的，让你念念。知道我识字不多，笑话我。你看看上面登的谁的照片？怪怪，还拿了亚军啊！你这个儿媳妇不简单吧？还没写完，磨磨蹭蹭的，赶快做完，上楼睡觉了啊！睡觉啦？哎呀，明天我弄个相框，照片夹好，哎，把它挂起来。你又认这个儿媳妇了？早就说过，这姑娘不错，就是她妈我看不惯。我知道，其实啊，她是跟了我们小杰，小杰心善，把机会都让给她了。修船厂那么大，能有多少女工啊？你以为第二没好拿的？哟哟，当初不是你把人家赶走了？要不再去把她请回来？哎呦，我就是不愿意见这个亲家母。哎，要不还是你去吧，有了什么事儿，咱还有个回旋余地，不是？我也不想见他妈，我不去。哎呀，你看你。我不想在这个家待了，你听见没有啊？你明天再回家，跟爸妈好好谈谈吧。能谈得来当然好了，但是我爸根本都不理我呀。那你看我妈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在这家里待啊？行了，你别急啊，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？前几天燕子给我来送衣服，她说我爸对你没什么意见，主要还是因为你妈。要不然你跟我回去一趟。你只让爸给我面子啊？不可能吧？哎呀，不想了，睡觉。徐帅，哎，徐帅，你不想出办法，我睡不着。我都干了一天活了，我累，你睡了，还要做饭了呢。那你活该，饭是你自己要求做的。你有点良心好不好啊？就你吃的最多了。睡觉。
想好了吗？回去怎么跟你爸说？没有呢。他要是不理我的话，我说什么也没用。哎，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吧。我不敢回去。那就先在你家住着。我不管，你是我爱人，你要想办法。要不，就先在集体宿舍住几天再说。我就怕不是几天能解决的问题啊。那我不愿意回家，看着我妈吊着那张脸，我不想回家了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我听见了。那咱们先得看看集体宿舍有没有地方。这么晚还不回来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妈，妈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们2个人要搬出去住了。什么？就是怕您担心，所以特意回来跟您讲一声的。住哪儿啊？就在厂里面的集体宿舍。那你们岂不是分开住了吗？一个屋里有好多人呢吧？这从小就一个人住，他能习惯吗？他说，他过2天可能就习惯了，他非要在外面住。可是你们刚一结婚就搬去集体宿舍住，不怕被人笑话吗？我是想，这2天我再跟我爸好好的谈谈，争取让他同意我们搬回去。好吧。芝呢？哦，是他让我回来同您讲一声的。他也不回来说一声。没有，他去市那边收拾有点麻烦。你们要搬东西吗？不搬，什么都不搬，我就拿点洗漱用品就好了。那儿有被子吗？有，正好赶上一个女同事有事回家，只就睡她那个铺。昨晚睡得怎么样？
不好，我旁边那人打呼噜，就您这多大，打了一晚上。你今天回去的时候拿一床咱们的被子啊，以前那被子有味儿，这一晚上。行，我今天下了班之后，我就回去给你拿。你睡得怎么样？这什么环境都能习惯，睡得还挺好的。昨天晚上我回你们家这一趟，我跟妈说了一声，怕她着急。你们家什么反应？她也没什么反应，她说等有空的时候常回家看看。这是你说的话吧？我妈才不会这么说呢。她那个人啊，我最了解。就算她心里这么想啊，她也不会说出来。可是啊，昨天晚上回家里，你妈知道你回来了，还挺失落的。我看还是别跟你妈把关系闹僵了。今天咱还是回去一下，你对她好一点，反正咱们也就搬出来住了。那好吧，但愿回去不要跟我吵啊。不会的，来来，先干活。最近身体不舒服，生病了，头疼。你在厂里算是年轻的，比你年纪大的有点小毛病都能坚持，怎么就你那么娇气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年轻的早死的有的是，至于那些年纪大的，表现欲望强呗。他们能坚持，你就不能坚持啊？我看问题还是出现在你的思想上。这段时间没有给你上课，是不是又懈怠了？王大姐，1楼照相馆已经让你们收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干脆你把2楼一块收了。你又胡闹是不是？站住！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解放前你的历史问题就很复杂，你女儿曾经跑过来调查你的身世，她想知道她的父亲是干什么的。你身上怎么藏了那么多的秘密？小智回来了，妈。你回来干嘛呀？不是妈，您不是说让常回来看看吗？啊，这些菜小智专门买的，给您送来的。我没这么说过呀。我回来拿我的被子。你还要拿什么？小智，小智，这里不是旅馆，不是你想回来就能回来的。小智。小智，哥，哥，阿姨，我找我哥。有你这么敲门的吗？你这是敲门吗？这是砸门，你知不知道？没教养。我找我哥，他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哥，哥，哥，哥。
了。